2026年7月30號，紐約開市鐘聲敲落嗰刻，冇人估到呢一日會寫入歷史。交易大堂入面冇人講嘢，個個盯住個報價牌，睇住一個數字不停跳。費城半導體指數喺呢一日之內暴升8.19%， 15個月以嚟最大單日升幅。一日之內1萬億美元市值蒸發返嚟。呢個唔係某一隻股票嘅事，係成個板塊成籃股票一齊向上炸開。同一日，記憶體大廠美光股價單日彈咗18.4%。一間做記憶體晶片，成日冇乜人留意，平時連新聞都上唔到頭條嘅公司，一日之內市值多咗成幾百億美元。呢個唔係散戶炒起嘅面股，唔係網上論壇一齊夾錢托上去嗰種。入場嘅係全世界最保守嘅機構投資者、退休基金、保險公司，呢班人平時買嘢要開3次會先簽字，但今日佢哋一齊將籌碼推上台。呢班人平時最怕嘅就係估值太高4個字，但今日佢哋一齊選擇忽略呢個警號。歷史上每一次資產狂升，事後回望都會有人話，當時明明睇到警號，點解冇人理？AI 基建呢4個字聽落好抽象，講嘅其實係實實在在嘅嘢，晶片、伺服器、數據中心、電纜、電力。過去2年呢啲嘢嘅訂單量大到連做咗幾十年呢行嘅老行尊都話冇見過。今日發生嘅事只不過係呢2年累積落嚟嘅壓力一次過爆發出嚟。問題係呢場 AI 基建狂潮係真需求撐住嘅上升，定係下一個科網泡沫？要講呢場狂潮嘅起點，要由一間公司講起。故事嘅主角唔係一個人，係一間叫 Palantir 嘅數據分析公司。呢間公司做嘅嘢係幫政府部門同大型企業將海量雜亂嘅數據用 AI 整理成決策可以用嘅資訊。2026年第2季 Palantir 交出一張成績表，營收19.4億美元，按年升93%，即係話1年之內佢哋做嘅生意差唔多做多咗1倍。公司仲即場將全年營收指引由76.5億美元上調到81.6億美元，升幅82%。一間公司喺同一份業績公佈入面，將自己嘅全年預測一次過調高咁多，喺華爾街好少見。通常公司調高指引都係一步一步嚟，唔會一次過跳咁大。呢個唔係一間細公司嘅單一奇蹟。記憶體大廠美光過去1年市值由一個相對細嘅數翻咗好多倍，喺48日之內正式衝破1萬億美元，史上最快紀錄。要知道，一間公司市值由0到1萬億美元 ，Apple 用咗40幾年 ，Nvidia 都用咗成30年，美光用咗48日。點解會咁快？因為佢哋嘅 HBM 高頻寬記憶體，一種專門用嚟訓練 AI 模型嘅高速記憶體，2026年全年產能未出貨已經預售一空，即係話客戶唔係等貨出咗先落單，而係未生產出嚟，已經全部俾人訂晒。工廠仲未開工，訂單已經排到出年。呢個就係雙胞胎魔術。AI 公司話要買運算力，晶片廠就即刻加印鈔票機。一間公司話要買，另一間公司嘅股價就即刻反應，中間冇時間差，冇緩衝。呢種即時反應喺以前嘅工業週期好少見，通常起一間新廠，簽一張長期合約，市場要消化好幾個月先反應得晒。
今次唔同，訂單一出，股價即日跳。呢個速度本身就已經係一個信號，反映緊市場對呢個行業嘅信心去到一個好高嘅水位。要明白呢場狂潮點解會咁大，要跟住錢嘅去向，一步一步行一次。第一步 ，Amazon、Microsoft、Google、Meta、Oracle 五大科技巨頭，2026年基建開支合計超過6000億美元。6000億美元係咩概念？即係差唔多每一個香港人俾出成8萬蚊。呢個純粹係規模比喻，唔係話真係有人俾錢，但呢個數字嘅巨大程度值得停低諗一諗。第二步，呢6000億美元入面，大約3/4，即係4500億美元，直接投落 AI 基建、買晶片、起數據中心、鋪冷卻系統、拉電纜。第三步，呢啲錢冇留喺科技巨頭手上，即刻變成訂單落去晶片廠、記憶體廠、數據中心承建商。承建商請多人起樓，晶片廠開多幾條生產線，記憶體廠加班加點出貨。一張訂單變成一連串嘅實體行動，起樓、招聘、買機器。第四步，呢啲廠嘅股價、盈利、資本開支一齊反映返落去股市指數，形成我哋喺開場見到嗰個暴升8.19%。一條鏈5個環節，每一環都話自己有真實需求撐住，但每一環嘅生意其實都建基於下一環會繼續落單呢個假設之上。只要其中一環放慢腳步，成條鏈都要重新計數。呢條鏈仲有一個特點，起一座數據中心通常要1至2年時間先落成，先開始運作。即係話今日落嘅訂單要等1至2年之後，先知道當初嘅需求判斷係咪判斷得啱。今日嘅落單決定要用聽日甚至後日嘅市場環境嚟驗證，中間呢個時間差正正就係風險藏身嘅地方。呢場狂潮嘅規模已經大到唔止喺股市反映緊，仲開始改寫緊經濟數據本身。2026年第一季，單數據中心建設開支就達447億美元，按年升28%，史上最強單季。呢個係一個季度嘅數字，即係短短3個月入面發生嘅事。今年首4個月，數據中心建設支出總額已經到495億美元，去年同期得136億美元。換句話講 ，AI 基建開支1年之內翻咗接近4倍。一個經濟體嘅其中一個板塊喺1年之內增長4倍，呢種速度正常經濟週期好少見到。呢啲開支唔只係企業賬目入面一個數字，已經開始拉動成個美國經濟嘅增長數字。分析估算 AI 資本開支貢獻咗美國第一季 GDP 增長入面接近3/4嘅份額，即係話如果冇 AI 基建呢一項開支，美國嗰一季嘅經濟增長會薄弱好多，甚至可能接近零。同一時間，普通消費者嘅消費開支幾乎停滯不前，冇跌，但都冇乜增長。即係話，而家撐住美國經濟增長嘅，唔係你我平時買嘢嗰啲錢，係 AI 基建嘅資本開支。一個經濟體嘅增長引擎，越嚟越集中喺一個行業、一種資產嘅開支上面。呢種集中程度本身就係一個要留意嘅信號。如果呢一個引擎有一日熄火，冇其他引擎可以即刻頂上。呢個唔係第一次有一種資產類別成為經濟增長嘅主要引擎。每一次呢種情況出現，事後嘅結局都好唔一樣。有時候係一場真正嘅產業革命，有時候係一場泡沫。分別喺邊？
往往要事後先睇得清楚。呢個亦係點解經濟學家、投資者、決策官員喺呢個時間點都特別緊張。一個判斷錯咗，可能就係下一次經濟衰退嘅導火線；一個判斷啱咗，可能就係下一個10年嘅增長引擎。而呢個判斷好可能唔會有一個清楚嘅答案，只會慢慢喺數據入面浮現出嚟。華爾街而家流行一個講法，叫做 AI Bubble Bingo。邊個先喺公開場合講出 AI 泡沫4個字，就算輸咗。分析師開會寧願講估值偏高、風險上升、值得留意，都唔會直接講泡沫2個字。但同一班分析師一路喺報告度講唔係泡沫，一路將自己間公司嘅估值目標1星期改一次，仿佛只要唔講出嗰個字，件事就唔會發生。冇人想做嗰個第一個講皇帝冇着衫嘅人，唔係個個都信呢場狂潮會一直落去。著名沽空基金經理 Michael Burry 2008年準確預言次貸危機電影大空頭原型嗰位，已經對半導體指數建立咗大額沽空倉位，即係話佢壓住呢個板塊會跌。佢嘅警告好簡單，堆得幾快就可以冧得幾快。Apollo 首席經濟學家 Thorsten Slack 都提出類似擔憂。佢話呢個週期係以每年0.85個百分點速度堆疊上嚟嘅，即係 AI 相關開支每年拉動經濟增長多0.85個百分點。如果 AI 需求令人失望，呢個堆疊速度隨時可以以同樣速度反方向逆轉。但另一邊睇法完全相反嘅係英偉達行政總裁黃仁勳，佢預計 AI 資本開支最終可以去到4萬億美元，係而家5大巨頭合計開支嘅6倍以上。一個講即將爆煲，一個講仲有6倍空間。兩個講法，同一組數據，得出兩個完全相反嘅結論。兩個人都唔係外行，一個係全球最大晶片公司嘅話事人，一個係成功預言過一次金融危機嘅基金經理。兩個都有理由深信自己嘅判斷，兩個都有真金白銀落注。呢種級數嘅分歧本身已經話俾你聽，呢件事嘅不確定性有幾大。更值得留意嘅係，兩個人講嘅其實唔係完全對立嘅事實，而係對同一組事實嘅唔同解讀。黃仁勳睇緊嘅係 AI 技術本身嘅發展速度，佢睇緊嘅係資金鏈嘅承受能力。技術可以進步得好快，但錢未必跟得咁快。支持真需求一方有一個關鍵論據：買家嘅結構正在改變。以前 AI 基建嘅需求主要嚟自4大雲端巨頭 Amazon、Microsoft、Google、Meta。呢種結構本身就有風險，如果需求淨係嚟自4間公司，任何一間縮開支，成個市場都會震盪。但而家非超大規模雲商嘅需求，即係 AI 雲建設商、工業客戶、企業自建，已經追到同4大雲商幾乎持平。370億美元對380億美元，需求基礎已經唔止靠幾間巨頭獨力支撐。如果買家散落去成百上千間中小型公司，單一間公司改變主意嘅影響就細得多。呢個轉變好重要，因為佢改變咗成個系統嘅脆弱性。呢個結構轉變喺國際數據度都有反映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喺2026年將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上調到3.3%。報告入面明確指出 ，AI 同數位科技投資係推動生產力增長嘅主要來源。呢個論述嘅邏輯係，呢場開支
唔係憑空堆積嘅泡沫，而係一場真實嘅生產力革命嘅前期投資。問題係前期投資同泡沫喺開支曲線上面睇落一模一樣，兩者嘅走勢圖都可以係一模一樣嘅一條陡峭上升曲線。線靠睇條線，你分唔出邊個係真需求，邊個係泡沫。分別只係一樣嘢，5年之後呢啲基建係咪真係有人用得着？歷史上有一個好貼切嘅參考，2000年科網泡沫嗰陣時，電信商都鋪咗成千上萬公里嘅光纖電纜，當時睇落個個都話係超前投資，但事後嚟睇，鋪嘅電纜遠遠超過即時需求，價錢又貴，結果科網股泡沫爆咗，好多鋪光纖嘅電信商都執笠或者破產重組。但10年之後，嗰啲曾經被人話鋪多咗嘅光纖，撐起咗成個串流影音、雲端運算、視像會議嘅時代。光纖冇消失，只係換咗個老闆，換咗個用途，用平咗嘅價錢俾第二批人用。所以問題唔係有冇泡沫，而係就算爆完之後，呢啲基建剩唔剩到啲有用嘅嘢？數據中心、晶片、電力網絡呢啲都係實體資產，唔會因為股價跌就即刻消失。真正嘅風險唔係基建本身冇用，而係邊間公司會捱到最後，邊間會第一批倒低。對投資者嚟講，呢個先係真正要問嘅問題。仲有第三個角度值得放埋一齊睇。呢場狂潮發生嘅時空背景，2000年科網泡沫嗰陣，互聯網用戶數量仲喺起步階段，好多鋪落嘅光纖確實遠遠超前於當時嘅實際需求。而今日 AI 模型嘅使用量、企業採用速度本身已經係一條陡峭上升嘅曲線，即係話今次嘅基建投資未必係超前於需求，而可能係追住緊需求，呢個先係支持真需求一方最核心嘅論點，時序未必顛倒。但呢個論點同樣要接受檢驗，如果企業採用速度冇跟上呢種投資規模，兩者一樣會出現落差。落差一旦出現，市場嘅反應通常唔會慢慢調整，而係一次過重新定價。所以呢場辯論最終唔係關於而家點睇，而係關於幾耐之後需求同投資可以對得上數。喺呢場辯論入面，仲有一個角色好少人講到，政府同監管機構。數據中心要好用大量電力，部分地區已經開始討論電網容量係咪跟得上呢種增長速度。如果電力供應成為樽頸，就算資金充裕、需求真實，基建都未必起得切。即係話呢場狂潮嘅極限未必由資金決定，而係由電網、土地、人手呢啲實體資源決定。呢場狂潮睇落好遙遠，係科技巨頭、對沖基金經理、中央銀行之間嘅博弈，同你我好似冇乜關係。但事實係，佢其實已經好貼身。美股最大7隻科技股，而家佔標普500指數市值接近1/3。如果你有強積金，你嘅退休金入面好大機會已經重倉咗呢7隻股票。你可能連自己有冇買過都唔知道。今年以嚟，呢7隻股票平均已經跌咗1成1。即係話，就算你完全冇買過任何股票，你嘅退休戶口都已經跟住呢場狂潮上落。AI 基建之戰唔只係科技公司同分析師嘅事，係每一個有強積金、有退休金嘅打工仔都已經身處其中嘅一場賭局。你未必揀到落唔落場，但你嘅未來
已經跟住個結果一齊搏。呢場狂潮最終係真需求定係泡沫？答案可能要幾年之後先見到。但喺答案揭盅之前，你至少應該知道自己已經係局中人。下次你見到 AI 基建4個字出現喺新聞頭條，唔使覺得事不關己，背後嗰條由科技巨頭、晶片廠、記憶體廠一直連到你退休戶口嘅鏈，一直都喺度。呢場狂潮點收尾，會直接影響你幾十年後攞唔攞得返嗰筆退休金。